国际导盲犬协会统计数据显示，这个工作犬的淘汰率高达70%。备选小犬先得回溯家谱，确认3代以上性格记录中没有出现过伤人、狂吠、龇牙等暴躁行为，才能开始下一步初训。人们训练导盲犬的一个方式，让他们懂你需要的是什么。比如说，打开那个笼子的门的时候，如果狗马上要出来了，我们把门关了，然后等它坐下来。狗看到你关门了，然后它自己就会想，你到底要做什么了？等它坐下来，就再一起把那个门打开。如果它马上又跑出来，我们又关门。它慢慢就知道，哦，你的要求就是你打开门，等你叫我，我才能出来。菲菲 ，Good girl。在随后的寄养和引导训练期间，如果被发现有异常行为，同样会遭到淘汰。被淘汰的犬则会由合格的爱心人士领养，回归宠物犬的生活。这是 Faith， 他是个男孩子，他已经通过了最初的淘汰环节，开始在室外进行环境适应的训练了。说是室外训练，其实，在我们这些外行看来，可能无聊透顶，因为你只会看见一条被牵着的拉布拉多犬在大街小巷里走，走，走。在 Faith 脑中，世界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迷宫。他训练的目标是熟练辨识自己和使用者的安全路径，但在这些路上，会时不时跳出一些干扰他判断的小障碍。要对这些障碍做到视而不见，真的还挺难的。但最难对抗的是与生俱来的天性。被挑衅，难道不应该生气吗？但就算已经怒火中烧，狗跃前蹄，Faith也忍住了没有吠叫。而另一位挑衅者已经从偏门大摇大摆地溜了。哦，并没有，还回来旁观了一下。一个程咬金还好对付，一双古惑仔就比较棘手了。江湖波诡云谲，若一时分不清眼前究竟来者何人，最安全的方式还是闭嘴走人。也许是拉布拉多偏大的体型，让两位不速之客最终选择了自动避让。自始至终 ，Faith 都没有发出一声吠叫。虽然狭路相逢有惊无险，但遛狗不牵绳的习惯，很容易让一场高山流水的邂逅变成狗血淋头的惨剧。这对温驯的导盲犬来说，可能是最凶险的危机。